今仔日有网友搁敲电话互我，就是有一个同志其实甲伊变做网友嘛是一个缘分，就是我拢有听 Podcast，有一个是信耶稣的，伊就会念一寡诗，用台语念，念甲袂歹。毋过呢，敢若有三四节尔，后壁拢无。迄时我就去找着面册一个美种业，我就安尼问讲，哪会若遐爱上帝，哪会敢若四节尔吼，无后壁无。嘛过足久拢无反应，有反应的时阵就是即个网友，伊就讲这毋是伊本人，是一个过往的医生，甲伊有交情。我想讲安尼真歹势，就有开讲，嘛拄仔好，即个人嘛退出，嘛对教会阁有即个教友优质。教会内底优质足切心因为伊是一个查甫的同志，是一个同性恋，嘛拄仔好，我就讲，这嘛不要紧啊，安怎安怎，讲我嘛是你的友质，就变讲这是足有缘分的代志。毋过呢，就是以后听到伊的消息，拢是失恋啦，无就是伊家己的钱，互伊的这网友是一个迄叫啥总远的距离的恋情的一个网友是伊的男朋友，钱摕摕就不爱见面嘛，不爱联络，拢是这种足老的代志。今仔日伊嘛搁找我，毋过早起的时，我就雄想着，这个人哪会足久无联络啊？搁想讲爱甲伊拍一个招好无？想袂到下晡伊就敲电话来，就讲伊坐火车要转去花莲拍仔骹网跳插仔跳剪柳仔摕刀仔挂空安尼内底物件证件阁有钱拢放进去啊！变讲伊厝内锁匙嘛无，伊就敢若会当住外口。毋过我想讲，伊若转去花莲就是伊的地盘，应该是会当找着一寡朋友阁有亲情。毋过伊讲亲情拢无爱甲伊斗相共，拢讲足歹听的话。因为伊是什物支持蔡英文，有可能伊是投票为着同性的婚姻的即个议题，伊就变做以早是男的，即马就选举的时阵就支持蔡英文，因家族的亲情拢无法度接受。毋过我想讲，这一件归一件，看伊无所在好住，家己的厝无法度入去，应该嘛会斗相共。毋过伊讲伊阿舅阁有阿嬷，可能拢叫伊家己想办法。伊煞拢足无钱呢。我想讲，哪有遐惨的代志？就想讲安尼看起来嘛是爱家己斗相共。若经验无济，就是不要紧啦，就就家己找房间，找讲有旅社。想讲就先找好，先甲伊汇钱嘛，毋免讲直接互伊现金。而且若按照即个网友讲的，讲伊嘛无卡片，嘛无证件，实在是嘛无法度互伊现金啊。安尼就变做讲，就找一个旅社，看有线顶就会使甲钱纳了了。
尾仔就有找着一间会当讲因为信用卡可能有一寡利息较无爱收，就讲这会当汇钱。我看着口座啊，我就真正足敏感的，讲爱汇钱伫口座内底是骗人的无？我阁去找迄间旅馆吼，阁敲电话去甲即个头家问啊。我想讲，若要骗吼，若要骗嘛，较无可能讲为着骗这几千箍，阁去找一个旅馆，阁伫一个啥物Booking 的平台安尼伫遐无遐功夫啦。迄对方就是我亲身敲电话去确认，代志都补的凡说反正有钱，当然就会当带入去内底，看起来是代志有解决。嘛想讲哇，真落哪会？这就变做讲，有的网友伊就是会去甲其他的网友去处理一寡代志，当然有的嘛顺续会去借钱啊，啥物。毋过，一开始这网友可能会讲甲你斗相挺啊，伫老的所在拢是甲你挺的，无就是家己这几个较好的网友有一个群组，会当私底下讲啥物有诶无诶，讲一寡爆料吼。毋过变做讲，嘛补袂好势本地讲对伊做信任，而且嘛甲伊斗相共的对象就变做讲有啥物纠纷，就开始拆破面就补甲足歹看。有的网友拢会拄着一个无够，搁第二个、第三个讲第二个本地第一个黑白补的时阵，就甲会相挺。毋过想袂到，过甲几个月以后，变讲本地伫相挺的人，搁变做是去冤家迄个主角。我即摆就讲，这就看开啊，就是有的人毋知影安怎，伊就是拄着的拢是跋斗相共，无有的就是讲，这会，就是讲会过生阁足可怜。毋过拢是希望讲你家己相挺。毋过若一寡小代志，就开始变面，拢有可能。那当然嘛有人拄着的拢是较袂歹的网友啊，亲像我拄着一个，伊阁寄物件来送我物件嘛是有呢。就变做这就爱想好开啦，就有可能会拄着安尼啥物款的人，嘛是甲家己有关系。家己可能就会去同情讲较落水，无就是较会甲人冤家有忧郁症的网友等等。毋过我今仔日嘛有较就是有认识讲一切拢看甲较平常，袂讲足紧的。亲像讲今仔日有今仔日就是听即个伫要离开公司，定定斗阵上班斗阵下班行做伙的一个查甫的毋是网友同事伊台语其实有时阵讲啊较无好，因为就自细汉无讲。以早会想讲听甲足艰苦，无就是讲家己讲的台语，想讲敢会是无够标准，就会做懊恼，拢会做想讲会去想讲哪会家己无够好。毋过即摆有改变啦，就变做讲无好嘛袂要紧啦，嘛袂想讲遐差耳，较袂安尼，就是自然啦，就讲
气氛好就好啊，对方是对你诚好、诚好斗阵的人，就袂去一直用讲台语讲啊有好无好，变做讲一个压力。希望讲我会当豆豆去学习讲，有时阵若讲啊无啥好势，也是讲做啥物代志做甲无好势，会当接受安尼家己，就是会相信讲家己会愈来愈好。这就若亲像讲，这人生的路上，有的人是考试考较做好诶，食头路找着袂歹诶工课。亲像讲，我有一个同学，大学同学，伊即马就变做家己开公司，做有成就诶，是一个查甫诶头家哦。而且佫有学校世新四星大学，请伊来做一个教授，有专业诶，就是伫社会上有名，佫有一寡经验来做一个教授去教课。以前拢会做兴盛诶，毋过即马就是讲，拢家祝福，就是拢做平常心。较袂讲用即种讲为怎样伊有我无，伊是拄着啥物好康诶代志。伫读册诶时阵，伊嘛无比别人佫较厚啊，就变做讲，若看人较落衰，虽然喙内是讲足同情，做好现诶，毋过实际上心内想诶讲加在我佫略过一个啊，都有即种介身伫相输即种，毋是相输，就是讲有伫比赛，不时嘛伫比赛去比拼比较。即马着爱甲即种习惯、思考诶习惯、看人看代志诶习惯，拢家己放下。就袂定定替互人刺客，讲这个人，伊为亲像讲有诶网友是做叫腐女做爱看查甫甲查甫恋爱，伊嘛有伫写小说，就是甲我以早做诶代志相共。因就会讲有啥物大佬啊，我有加这大佬足欢喜诶。以早就家己会食醋呢，讲为啥物这人是大佬啊？大佬我算是大佬无？有诶无诶？即马拢袂安尼想，就是角度看甲较远，我就是要想要写我想要写诶。嘛会使讲好好去练习台文看有，嘛练写，莫伤生疏，莫放。莫袂记了了，就我诶目标就是为着家己，毋是为着讲互别人讲这是大佬呢，无就是互大家去做欣赏，讲你写诶作品足好诶，我足爱看诶，拢袂安尼，就是甲别人无啥物关系，就是做家己想要做诶代志，敢若有家己会当。互家己评论家己尔，别人是无法度了解家己，为安怎想要做即项代志，就是安尼，就毋惊讲拄着奇奇怪奇，也是讲无良心的对象啊，也无就是讲拄着捌就是嘛无了解。家己的对象拢毋免烦恼济，因为家己上知影家己伫创啥，别人无了解嘛不要紧。若讲台语讲甲嘛无啥好势，替互人批评，这嘛不要紧。我相信有一天我安尼豆练，总有一天会练甲袂歹啊。无可能讲练遐久嘛，讲甲共款烂，应该无遐惨。
就会讲啊愈来愈好，愈来愈顺。嘛，甲一寡善意分享互别人。亲像今仔日，小弟就问我讲：你买杯仔足济杯仔，可能有八只杯仔，马克杯。本底我想要囥去阿嬷进前住的所在，阿嬷走啊嘛吼。我想讲，阁有阿姐，阁有阿爸会转去，我就会记讲遐就无杯仔吼，而且杯仔嘛会垃圾，我就买新的杯仔互因使用。毋过咧，小弟的意思是讲，若有即八兄弟讲要来住，即八兄弟甲阿爸甲阿姐拢袂合，有可能对这查甫人的了解阮这家族查甫人的了解，有可能大家拢走了，拢会避啊。比如讲我甘愿不爱转去阿母在生进前住的所在我甘愿不爱转去，嘛不爱拄着即个老李的伊的细汉后生嘛会惊讲细汉后生会惹麻烦拢无即种信任感嘛，无好好沟通我想想应该嘛是。毋过这杯仔囥伫厝，若讲退货嘛毋知影讲摕到杯仔是毋是超过即个7天而且爱寄杯仔嘛惊弄破，我就想讲无去问阿姐阿姐当然伊厝内拢足简单的无欠。我问着阿姑问着阿姑讲阿姑安尼你有需要无？阿姑因为伊有一个爬一块地，阁有囥一寡货柜屋就伫遐做啥物度假的一个农舍伊就足有兴趣我想讲安尼代志就解决啦因为对伊来讲，伊有需要的话伊较会讲有时阵经过遮就来摕嘛解决一寡问题。而且阮本底嘛是想要互阿姑，只是迄个时阵想讲嘛毋知影大家会烧少讲烧少斗阵惊讲无即个机会嘛是讲加少少会当做会到的就去做，安尼互别人欢喜，讲这毋是讲拢生鸡卵无放鸡屎有这嘛有来生鸡卵安尼嘛袂开足侪钱互人讲这嘛足甘心的这就是即马就莫去计较啥物代志我定定就是讲台语比我好嘛计较这小说写甲比我搁较受到欢迎嘛计较像讲我伫母语的即个科仔内底嘛有人会计较讲即个朋友着我找的我找来哪会大家变做讲拢去抢，拢甲即个人我找来的人较好其实应该是我有我会当有即个，这是我找来的朋友嘛爱甲我感谢等等，有即种抱怨就知影讲，其实咱人年岁愈大，其实愈交计较就变做讲有可能规身躯的病痛，就是咱的心无放互开颠倒讲愈来愈矮，腹肠愈来愈矮嘛，拢有可能即马就是别人我无法度管嘛，别人就是拢尊重看讲有话讲安尼就会当加去交往加去交流
毋过有诶人就是甲家己较白下吼，其实像同事内底嘛有，都毋免去勉强，莫像进前共款伫遐怨叹讲，这人着甲别人讲台语啊，哪会无爱甲我讲？甲家己讲，毋免去稀罕别人。伊会晓讲台语有啥物好稀罕？因为这个人对我着无做，就是较白下啦。伊有可能就是一直用华语甲我讲话，着较无爱用台语啊。伊着有伊的坚持，就是较无缘分。像讲即个查甫的同事甲我斗阵下班，有时阵上班嘛斗阵会拄着嘛，伫路上拄着。伊虽妄讲台语讲无好，毋过伊愿意讲，咱两个拢用台语来讲话，这就是缘分啦。之前有讲过，即摆是想要搁复习，就讲有一寡人有一寡代志莫勉强，就若亲像讲我进前写小说，拄啊好即个网友伊的年岁啊，伊的思想都袂欣赏，莫勉强，这真正呢，这是共款的代志。就若亲像讲，大家拢伫看 BL 的小说，毋过伊着爱看迄个人的，着不爱看我的。我会怨倒啊，讲我嘛写甲袂歹啊，哪会你不爱拨一寡时间甲我捧场一下？这着若亲像讲，我即摆开始伫学讲台语，需要讲较济时间去练讲爱有一个对话对象。毋过变做讲，我若讲台语，有诶人就是互我诶反应是较正面诶，袂甲我阻挡。有诶人就是就甲我拢是讲华语，伊就是会晓讲，只是讲感觉讲我讲诶台语怪怪，伊嘛较无爱听，可能嘛惊讲听着啥物即个足无标准诶一个台语，伊会足碍着诶，有可能有即种考虑。安尼着对我来讲，着亲像讲，小说有人就是爱去看迄 HBO 诶，佫会生囝，佫甲足可怜诶，啥物拢袂晓，爱等别人来甲伊救，嘛有人就是爱看这，我嘛毋免讲，奇怪咧，这毋是对即个性别的议题，拢无即个性别的观念，性别平等的观念。应该是爱看我这啦，我这安怎，拢毋免去勉强。以早我无快乐的原因，就是我拢去甲人勉强，别人都毋是即种料，无别人就是有伊的想法，我着放弃。上爱家己的作品的人，就是家己啊。会当我若有坚持，就是保持讲台语即个心，即个坚心。我到处拢会使找着讲，拢会找着机会，找着对象讲台语。只要我有改变我的想法，莫讲定定气噗噗，安尼我着无需要稀罕讲，某一个同事，毋免去稀罕伊啊。我若会讲台语，甲伊嘛讲无几句嘛，毋免遐稀罕。有诶人就是惊家叫，惊家叫，就是佫想要讲较顺，台语较顺诶人较有想要讲。安尼若安尼着不要紧，着甲伊感谢，嘛毋免讲甲即种代志囥伫心肝内艰苦，就是安尼。